哥林多后书第2章。所以，我决定无要去恁遐，才免搁再互恁艰苦心。我若有互恁艰苦心，恁遮个艰苦心的人以外，还有甚物人通互我快乐？为着要避免我去恁遐的时，遐应该互我欢喜的人反转互我艰苦心，我才写前迄张批互恁。我确信，我的欢喜就是恁大家的欢喜。我非常困扰佮痛心，流真侪目屎写迄张批，毋是要互恁艰苦心，是要互恁知我偌尼疼恁。若有人互人艰苦心，毋是互我艰苦心，我较无爱讲甲过头严重，到某一个程度是互恁大家拢艰苦心。迄款人受恁大多数的人谴责已经够额，恁颠倒着甲伊赦免，甲伊鼓励，才免互伊过头艰苦心煞作梦。所以我苦劝恁，着互伊知影恁确实有疼伊。我前写迄张批，是爱要知恁偌熬忍受考验，是毋是凡事愿意顺服。恁赦免甚物人，我嘛赦免伊。我若有赦免甚物人，是伫基督的面前，为着恁的缘故赦免伊，安尼才免互撒旦甲咱骗去。因为咱真清楚撒旦的诡计。我去得罗亚传基督的福音的时，主已经甲我开工作的门，不过无拄着我的兄弟提多，我袂安心，就甲遐的人3时去马其顿。感谢上帝，因为甲基督结连。我时常互上帝带去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。上帝阁永远去逐所在宣扬对人捌基督者有的香味。无论伫得救也是沉沦的人中间，阮加做基督的香味献互上帝。对得要沉沦的人是死的臭味，对得要得救的人是活的香味。甚物人会堪得做即款代志？我无亲像真侪人将上帝的话做俗戏拍卖，颠倒是做一个纯真的人，受上帝差派，伫伊的面前靠基督宣讲。